乜咁啱？愛戀沒經驗，今天初發現，遙遙共他見一面，那份快樂太新鮮。我一夜失眠，影子心裏現，問為何共他見一面，咁啱嘅，美麗印象似初戀。拜拜。默默望着星，默默望着那目光似電。早餐，獻花。係啊，我知啊，嚟得未啊？嚟等你啫嘛。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，默默地處後從來沒緣，分分鐘都渴望與他相見，在路上碰着月落小。各位，我哋今日慶祝唐朝第50間分店開張典禮，即刻就開始啦！